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慢活溫尼伯頻道。慢活其實係我嘅目標，現實嘅我每日生活忙碌到不得之了，因為幾個月前我屋企添加咗一個新成員，所以暫時做唔到慢活，但係出新片就真係慢咗好多啦。如果大家想知道響溫尼伯陀小朋友同生小朋友係點，歡迎響呢條片留言小朋友3字。如果有超過50個觀眾想知，我另外出條片講啦。言歸正傳，今日我想同大家講嘅係溫尼伯嘅春天一年一度嘅盛事，同埋有咩要留意。呢個就係 Doors Open Winnipeg 2026。我上年帶住個肚都去排餐死，仲去埋古老舊監獄聽鬼故，就知道有幾吸引。不過上年我知道得太倉促，今年提早話俾大家知，等大家可以早作準備。請大家去呢個網址 https://doorsopenwinnipeg.ca 入面有好多有用資訊。首先係今年活動舉辦日期係5月30同31日，所有活動都係費用全免。要留意當中有啲活動需預早響23號中午開始登記，稍後會教大家睇邊啲活動要預先登記。12歲或以下嘅小朋友可以邊參觀邊玩埋呢個尋寶遊戲，要響3個不同地點揾出3個金銅標誌影相，再跟網頁指示發送電郵就可以。俾大家一個參考，過往活動都有搞網上投票最受歡迎導賞團、最受歡迎建築同最佳整體參觀體驗。我上年去嘅舊監獄都攞咗好多年獎㗎。咁究竟成個活動有咩參觀呢？大家可以揀 Events， 入面會有參與呢個活動嘅建築物或戶外導賞團。除咗留意活動簡介，每個地方嘅參觀時間都會有少少分別，有啲仲需要預先預約，所以要睇清楚。即使寫明無需預約 No registration required， 但係都有機會太受歡迎而要即場排隊。我上年就要烈日當空曬住等接近1個鐘頭，所以記得帶定水、太陽帽、手巾、芭蕉扇之類，以備不時之需。曼省立法院大樓都係其中一個好受歡迎嘅景點，睇佢網頁有機會今年取消咗導賞團，但係都可能有人流管制。特別要留意參觀立法院大樓係需要過安檢，同埋成人要有身份證明文件先至入得去㗎。全加拿大得2間鑄幣廠，而其中1間響溫尼伯，所以都好值得去。平時要收費嘅導賞團響嗰2日免費，相信都會吸引唔少人去參觀。唔想行路嘅話，呢個巴士導賞團就啱晒你啦。但係佢要預先登記，仲要得星期日有，仲要得5團。我今年帶住嬰兒就唔同各位爭啦。你哋去完留言話我知值唔值得去啊？參與呢個活動嘅團體都好五花八門，連佛寺、法庭都有開放。至於我上年去嘅舊監獄，今年都有繼續參加，入面有啲咩可以睇返我上年放響右上角資訊欄條片。
咁多活動又唔係好熟佢哋位置嘅話，可以揀地圖 Maps， 就知道有邊啲景點可以一次過去晒。例如響立法院附近就有好多參觀或導賞團可以參與。溫馨提示：嗰2日揾位泊車唔容易㗎。事關同一時間響立法院大樓前方，亦都有另一場大型活動舉行，呢個就係 Taste of Asia 2026啦。有表演，有得食，有得買，有得玩。上年天氣好，我仲見啲人圍埋野餐，真係好有氣氛。又係時候講再見，鍾意睇呢條片嘅話，請點讚、訂閱、分享、建設性留言。多謝收睇，我又要返去湊仔啦，再見。